由77位候選人投票嘅星戰前選。今日先睇睇我最喜愛的電視男角色喺候選人心目中，佢哋會撐邊個呢？柴狗啦，仲有邊個啊？佢今年咧真係 hit 到爆，好紅啊！我非常之支持佢啊！認晶晶一樣係揀翻于子朗嘅。咁我嘅心水盤呢個男角色咧，即係同視帝都係一樣嘅，都係柴狗，冇錯。而我買盤呢，亦都係阿祥仔嘅，都係佢啊，都係黎耀祥同柴狗同黎耀祥，咁所以總之係佢啦。柴狗喺星戰前選攞個頭彩，成為候選人買盤 No.1。大熱可能會倒灶嘅，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呢，大家唔好咁抬舉我啊！但係我都好希望我可以攞嘅。至於視帝嘅買盤，各位候選人又睇好邊個？即係今年呢個盤唔開祥仔，開邊個呢？當然啦，每一個都好努力嘅，但係我認為非長莫屬。男主角嘅買盤咧，我覺得祥仔，因為而家全城轟動，個個都支持佢，咁我都覺得佢做得好好嘅。而柴狗咧亦都非常好 hit 啦，而家咁所以咧買盤咧就柴狗哥，希望黎耀祥攞到啦，因為我覺得黎耀祥做得亦都好好，咁亦都係一個好勤力嘅演員。買盤，我相信通街都係講緊柴狗噶啦，就應該係黎耀祥，因為今日開記者招待會，佢哋可能喺附近，應該就係黎耀祥。結果祥仔以53票成為票王，係最佳男主角候選人心目中嘅買盤 No.1。唔係啩？雙喜臨門呢個世界邊有咁巧㗎？不過我都好想。今晚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09最受矚目4大獎項嘅5強得主，可以得到福滿林珠寶集團送出純金紀念金牌，總值港幣48,000蚊。視帝視後誰屬？其他獎項又花落誰家？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09今晚8點半隆重揭曉。